Hello，大家好，我係第14屆懸崖我得價馬老師知行合一獎學金得獎者陳偉豪。咁呢個就係我7月至到8月嘅生活報告，一齊嚟睇下我呢2個月有咩收穫啦。咁喺7月中呢，就係我哋第14屆4個得獎者嘅頒獎典禮。喺嗰日，我哋4個都準備咗一個由西式樂器同埋中式樂器結合嘅一個中國風表演，送俾到場嘅所有嘉賓。見到咁多位嚟支持我哋嘅親人朋友，都令到我哋會有更加多嘅信心面對嚟緊1年嘅美國交流生活。完咗頒獎典禮之後呢，我就嚟到我捐款人馬老師嘅粵劇機構進行暑期學習同埋工作經驗嘅累積。喺學習嘅期間，我學習到好多技能，加強咗自己嘅能力，更加強化到自己嘅執行力。我亦都可以感受到粵劇嘅博大精深，都係我哋中華文化最重要嘅象徵之一，同埋亦都需要我哋年輕一代去傳承中華文化。好快就嚟到8月27號，喺嗰日我同朋友、老師、家人告咗別之後，就正式開始美國嘅交流生活。喺嗰日，我需要專心刺激，成段路程都係十分之緊湊嘅。喺最後一班 Denver 轉到目的地 Minneapolis 嗰陣時，因為第2程嘅航班 delay 咗，都令到我最後得返9分鐘嘅時間去進行轉機。但係最後都好彩，我成功搭上飛機，到達目的地，見到我嘅接待家庭。因為我個接待家庭平時都係比較鍾意飲茶嘅，所以我喺到達之後嘅第2日，我就即刻同佢哋分享同埋宣傳我哋中國嘅茶文化，包括一啲沖茶嘅方式同埋飲茶嘅禮儀。咁喺嗰個星期嘅週末呢，我嘅接待家庭就帶咗我同埋佢哋啲親人朋友去 camping。通過差唔多4個鐘嘅車程，我哋就到達咗目的地，一個湖邊嘅露營地。喺嗰幾日，我都體驗咗唔少嘅美國飲食文化。喺夜晚，我哋都會點起篝火，大家圍住一齊傾下偈，分享自己嘅生活。通過呢啲，其實我都深刻感受到，其實家人就係我哋生命中最重要嘅部分。同埋，我哋 camping 嘅地方係遠離市區，冇公園嘅，喺夜晚可以見到好靚嘅星空。嗰幾日，我嘅 host brother 都自己揸船，帶我喺湖上面見到好多特別嘅風景。嗰幾日我都體驗咗美國傳統嘅水上運動 tubing。tubing 係一種前面有隻快船拉住後面一隻圓形氣船嘅喺湖面上面飄動嘅運動。因為前面隻快船嘅速度會比較快，所以激起啲浪就會影響到後面嘅氣船，所以就令到成個過程會比較有趣同埋刺激。所以呢啲就係我7至到8月嘅生活報告。希望接下落嚟自己有更加多嘅進步，有更加多嘅收穫。我哋9至到10月見。